男祝贺金泰梨演绎相互治愈的青春爱情。历晨很歉疚，他要报道幼玲的事件，但幼玲反而很庆幸是由历晨来报道，而不是被那些不熟悉他的记者添油加醋的来博取版面。历晨希望幼玲能解释规划的理由，他有信心让民众理解幼玲的苦衷，但幼玲并不愿意这样做，害怕民众会责怪他的父母，想要自己独自承受这一切。历晨看着隧道里人们辱骂幼玲的涂鸦，崩溃的泣不成声，抬头看到了西渡。历晨觉得幼玲的遭遇都是因为他自私的为了自己的工作而伤害朋友。西渡心疼地抱住历晨，擦去他的眼泪，安慰他这并不是他的错，世上很多事原本就是难以两全的，很抱歉那天太生气，对历晨说了狠话。两人一起刷洗着油漆，西渡说以后他的喜怒哀乐都会和历晨分享，让历晨以后觉得辛苦也不要再瞒着他。历晨决定转到报道局，任何部门都可以，只要不是体育部。西渡妈以为他这样做是因为幼玲，历晨直言是因为西渡，担心这样的事要是发生在西渡身上，他会更加难以承受。随后主动告知西渡妈，他已经和西渡交往1个月了。西渡妈早就猜到了这个结果，说用新闻伤害西渡的有他一个就够了，并且认可了历晨这个准女婿。西渡和幼玲成为了异国网友，幼玲向西渡分享着她的新生活，虽然陌生又有些孤单，但她会努力的去适应这里。转眼春天来了，西渡进入了选手村，杨教练也成了国家队教练，历晨也转入了社会部，这个部门可比体育部忙碌多了。编剧没有心，韩剧25-21强行毕。西渡在影院门口等着姗姗来迟的历晨，生气地说电影早就结束了。历晨只能紧紧抱住西渡，平息他的怒火。早就预想到结果的西渡提前买好了下一场的票，两人之间虽然难免争吵，但也十分甜蜜。幼玲也适应了这边的生活，虽然语言不通，但也过得很开心，但还是想念韩国的生活。校霸终于攒够了钱，飞到俄罗斯来看幼玲，哪怕只是一场短暂的相见，两人也觉得足够幸福了。历晨年末也忙于工作，令西渡十分不满。播报完新闻的历晨马上冲到人群中找到西渡，带着他到了一个人少景美还能听到新年钟声的地方，这是他前夫采访的时候发现的。西渡打趣说，看来历晨工作的时候也时刻想着他。两人甜蜜倒数，庆祝着新的一年来临。班长考上了喜欢的大学，还当上了课代表。校霸拍了很多照片，打算上传到社交账号分享自己的穿搭，这种比杂志上更真实的效果竟真的吸引了一批粉丝。西渡依旧每天和幼玲分享日常，但幼玲却不知为何突然不回复了。西渡偶遇了在现场准备播报的历晨，这起坍塌事故伤亡惨重，历晨心中也很不好受，找到前辈倾诉，没有发现身后的西渡，历晨惊喜地抱住西渡，前辈只能尴尬地火速离开。西渡喝醉酒睡在了历晨家，历晨看着熟睡的西渡，细心地帮他盖好被子。西渡代表国家去马德里参赛，幼玲开心地来找西渡，遇到了杨教练，杨教练却说西渡不想见他，幼玲失落地离开。杨教练不明白西渡为什么要这样，西渡解释是为了要赢。击剑女神和迷妹粉丝顶峰相见，西渡和幼玲过五关斩六将双双进入决赛，两人时隔多年终于迎来正面交锋，幼玲连得2分，让西渡倍感压力。早在训练时受伤的西渡就被教练警告必须要赢，不然他也会变成卖国贼。幼玲其实也面临很大压力，他原本采访时都在夸赞西渡，却被记者恶意剪辑。两个人面对各方的压力，比赛已经不是他们个人的事了，所以聊天时也做不到坦诚相待了，能做的就是在比赛时拼尽全力。西渡终于追平比分，局势瞬间白热化，西渡击败幼玲赢得了胜利，摘下头盔，两人都泪流满面，相拥而泣。就算什么都不说，他们也都能明白理解对方，最好的友情或许就是这样。荧幕前大家都为西渡和幼玲感到开心。西渡刚回到家就接到了历晨的电话，两人约好晚上见面。西渡和妈妈在餐厅等着历晨，历晨却有急事来不了了。西渡妈询问女儿是否可以接受等待、错过和失望，因为从小她就是这样让她失望的，可以接受连男友也是这样吗？西渡嘴上说着不在意，但心里还是很失落。历晨忙完就赶来了西渡家，紧紧抱住她，祝贺她赢得金牌。两人来到凌晨市场买情侣行李箱，约好一起去旅行。西渡在机场等着历晨。这时新闻播报纽约的紧急事故，西渡马上就接到了历晨的电话。他虽然很歉疚，也只能赶回电视台。西渡回到家，看到历晨准备的鲜花和蛋糕，两人的600天纪念日，历晨也没办法在他身边了。历晨赶往了纽约，被分配去采访韩国幸存者。西渡很担心历晨，拨打电话却无人接听。历晨因为纽约战事严重，需要在那边待1个月，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西渡只能通过新闻看到历晨，哪怕只是短暂的通话，他也很满足了。每天面对着一堆悲剧，历晨身心俱疲，也只能苦苦支撑。身处人间地狱，就连西渡的应援也没办法触及到他了。历晨又申请了纽约特派员的名额，没能遵守要陪西渡跨年的约定，两人只能身处两地，各自回忆着往日的美好。